日同大家去睇呢個景華利山別墅嘅翠華街嘅一間屋仔，咁呢個實用面積係1902尺，屬於4房嘅間隔，景觀亦都非常之開揚嘅。呢度大部分嘅戶型咧都可以望到呢個吐露港嘅海景。咁呢度咧有一個風水好嘅稱號嘅喎。除咗咁樣，仲有非常之多嘅名人聚居屋苑喎。同你介紹下先，呢個屋苑最特別嘅咧就係每一間屋嘅主人房都係好靚嘅。入嚟望下，主人房非常之大啊！而且景觀全部都係望返呢個咁靚嘅海景。咁佢呢一個主人房呢，有一個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一個小小嘅衣帽間位置。咁入到去浴室嘅話呢，乾濕分離。另外一間房間啦，呢度呢，四方，全部都好實用嘅。嚟到第2層啦，呢度呢，有一個小嘅偏廳，係啊。另外仲有一個客廁，再加2間睡房。2間睡房嘅景觀呢，都係望翻住嗰個海景嘅。嚟到大廳嘅位置啦，有前後花園。後花園呢就唔係每一間屋都有個喎。咁佢呢個後花園嘅面積亦都相當之足夠嘅空間。大廳前面啊，呢個花園呢就可以望返前面嘅海景。每間屋呢，佢都會有自己嘅車庫，車庫泊到1至2架車左右啦。